这一次其实是在数位发展部的支持下，那我们利用生成式 AI 跟5G 的技术，那来重新打造跟完成一部新的这个沉浸式的剧场。这个沉浸式的剧场其实是透过这个农田这个视铁回忆来梳理农田这附近的过去的这种产业遗址的特色。更特别的是，其实应用5G 的技术跟生成式的这个科技可以让参与者马上透过12分钟的片子的参与，那你能够最后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通过那个答案，其实你在参与一个当下跟未来的农田文化资产的发展。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文化资产。农田交叉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其实有蛮多跟文化资产有相关的主题游戏，像我们的南仓跟北仓是以我们的乌山头水库、嘉南大圳为主题。那园区的后方呢也有水圳，所以在放水的时候，小朋友呢他可以亲自来体验什么是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灌溉的用水。那在园区的后方也有考古展，那小朋友还有沙坑可以玩，所以这个园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来亲近文化资产的一个场域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那这个剧场，事实上非常谢谢我们数发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这个沉浸式剧场有轮流有3部主要的影片来播放。借着这3部主要影片，能够让大家了解过去的一个历史以及未来的展望。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台南500，台南500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可以借着这个生成式 AI， 能够模拟描绘出未来台南的景象。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农田跳峡园区当初在一片大家都还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来开馆，然后这几年来的营运非常顺利，而且获得各界的好评。这个是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局以及文资处把历史的现场能够勾勒出来。本来是一个停车杂乱的一个空间，现在变成一个大家众所瞩目的一个展场，而且让整个大曾文地区也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展演空间，尤其是交通非常方便，地理位置很好，就在农田车站旁边，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了。所以说是非常值得，也非常适合大家来度假，或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地方。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10月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台南400，台南市政府甲三丽鸥人气名妻库洛米以及美乐蒂合作，打造了12公尺高的充气翁仔，现主时的菜伫个岸边油气码头，而且佮结合灯光秀、见面会等等。原本3号就要登场，毋过受到山托尔风台影响，到4号下早才重新重启，甲游客来见面。有12米高的库洛米甲美乐蒂原本3号就要登场，毋过受山托尔风台影响，4号下早才重新关封，正式伫岸边游客码头甲大家见面。开始高人气的翁仔名称一出现，就起真侪民众，无论大细汉，拢抢买去上留念。加上该活动是庆祝台南400名观光，只有台南才有，所以冇侪外地游客趁风台过后好天要休假，就来抢头香。喜欢吗？喜欢。好不好玩？好玩。今天是第一天啊，那台风过了，也有出大太阳的，大家赶快来拍，晚上更漂亮哦，特别感动，太可爱了。50岁的人来到这边都像5岁一样。虽然是卡通人物，可是它是有跟我们台南一些在地的景色或是景点有做一些融合这样子。对对对，就很值得来看这样。我觉得对，其实还蛮适合，就是带小朋友过来看这样。这摆翁仔名称高水港林主办单位定位做台南探险之旅，所以现场除了有遐捌的大型翁仔，搭配岸边游客码头的美丽景色，真好出境以外。
也有加安平古堡、生命之树等台南知名的观光地标做连接的看板，要让粉丝来到台南甲偶像展开探险旅游。这次的活动也结合了台南最知名的几个景点，生命之树，然后大屿的祝福、安平古堡等，跟我们的美乐蒂和库洛米结合，看到我们的美乐蒂和库洛米到台南游玩的景象，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为了让游客对历史甲暗时来遮拢看头，所以伫夜间每半点钟都有一摆灯光秀，一摆演出5分钟，加上10月5号下晡毛见面会等一系列活动，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到11月17号为止。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丰泰圣托尔居所移动，造成全台停班停课。咱台南市就放了3天的丰泰假，但是有未少学校后礼拜就是期中考试，使得学生甲家长拢非常的紧张。所以为了赶进度，台南一中就启动线顶教学，有的学校则是宣布考试延后。外口正伫落雨，学生煞还阁要来学校提册，因为后礼拜就要考试咯。丰泰山岛里，予台南市放3天假期，也毋过学士袂当停。台南一中的老师就自发性的采用山顶教学。每一个班都有建置一个 classroom 的班群，就是虽然是停课，但学生的学习就也没有受到影响。就我观察到的，出席率都有8成到9成，可能。效果没有实体上课那么好。虽然有山顶课程，也毋过效果有限。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指出，只要放假，对主考部分会有进度较不了的问题，学生的学习甚至嘛会影响。节数一定会减少啊，当然老师要可能就是要赶一些进度啊。那另外就是对学生的一个学习，可能以往可能有一些复习的时间就会缩短这样子。可以弹性调整这个定期评量周，在前后1周内实施完毕。不过要有会议记录，而且要妥善的这个备查啦哦。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行之有年的规定。1摆13下年度的第1摆考试，原本规划伫10月7号到11号。教育局目前予58间国中以及4间市立高中，会当看课程安排以及学习状况，自行调整考试时间。我们就把第一次的那个定期考试，从10月8号、9号，把它调整到10月15号、16号。我们期待利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同学在第一次段考的复习，还有进度上有更完整的准备。台风假就是有计划读书，然后还有做一些题本。老师有请我们多写复习讲义，因为在段考之后，我们也有复习考。因为老师都有上线上课程，所以大部分进度没有拖累太多。学生放假自主学习，回去到学校，老师补课加强复习，好好准备来迎接考试。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随着女性运动人口愈来愈多，相对的使用公共运动场地需求也愈来愈增加。议员蔡小薇适合伫个议会定机会，各局处工作报告甲质询的时阵，都来争取增加性别优先运动场域。体育局长也回应，大约1个月内就会有成果。台南市议会定期会4号上午。有着民政教育部门的业务报告甲质询，伫个体育方面，议员蔡小薇提出增设性别优先的运动场所。议员认为，因为运动的强度甲节奏男女无同，因此建议体育局会用透过标语或者是色彩来分别，提升性别优先的空间。对此，体育局长回应。目前有咧规划，预计1个月内会有结果。女性之类的也会有他们自己所谓的团体的一个比赛，往往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也就比较吃亏啦。那我还是希望可以主张来争取哈，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原本有的场域上面有特别的性别友善的一个运动场域？上个礼拜我
我就去到永华运动中心的篮球场去看。那左边的那一块，厕所旁边那一块哦，那一块的场地，我就把它规划成友善的运动场，也就是针对女性的篮球爱好者去那边运动的时候用。那所以呢，我在这几天台风的时候哦，我也去看了，要把那个篮架哦重新做调整，也就是因为高度不一样嘛，篮板篮架的高度不一样，所以我把那边就是做整体的这个做哈，然后作为友善的这个篮球场专用的场地。是。那如果没有女性在打的时候，那当然是男性可以进去打。那如果是有女性在打，一定要由他们来优先来做。除了增设性别友善的运动场所，另外伫学生出国比赛的补助，因为体育局去年接编85万，到今年7月就增进用完。不但伫今年的帕运出国比赛无经费，而且帕运的奖金除了桃园无编奖金以外，5岛内面排名上尾。由我嘛希望体育局会用加编预算，对此体育局嘛回应，每年会增加国际体育交流的经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顶礼拜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设立新住民资讯站之后，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也会同郭国文、甲罗美玲两位党籍的立委，以及10外位市议员，伫永华路的服务处成立新住民资讯站，嘛正式举行揭牌仪式。为了扩大服务新住民，民进党对中央到地方，不但设立新住民的事务部，现在连地方各公职嘛一一来设立新住民的资讯站。顶礼拜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设立以后，立委林俊宪嘛伫永华路的服务处来设立，包括民进党中央事务部的主任罗美玲立委、市党部主委郭国文，以及10外位的民进党籍议员，拢到场共同来揭牌，场面热烈。揭牌，辛苦了。非常感谢大家。原先我们这个规划师中央党部是希望说全国各地的这个地方党部来设立新住民站，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立院同仁非常的反应非常的热烈，大家都来呼应，就是说希望为新住民这个服务跟议题呢尽多一点的这个心力哦，所以之后。我们希望说新住民朋友可以把林俊宪委员的这个服务处，那还有这个地方党部当作是自己的家，以后任何有生活性上的问题、法律上的问题需要咨询等等有任何困难呢，都可以找林俊宪委员。新住民呢不是弱势者那他不但不是弱势者呢，而且他会成为台湾的新力量。为什么？因为来自于他们母国在这边定居之后，逐渐的成长茁壮之后，他会把台湾的好回去他原来的出生国，让他们知道。而新住民的部分也不只是东南亚，包括东北亚，或者呢来自于其他的国家，全世界的，至于来自于其他的国家，都可以称为是台湾的新住民。我们的主委郭国文，他也在我们党部成立了新住民部，这完全是赖清德总统、赖清德主席。他的一项民进党的一项重要的新的一个政策，包括未来在行政部分，政府也会大力的开始，我们要来关心支持新住民，因为新来后到，我们都在台湾这个地方生活在一起以后我们当然都是一家人。那如何来协助我们新的住民？更快的可以融入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所以特别成立这样的一个新住民部以及新住民咨询站。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能够更方便的找到可以咨询甚至提供援助的地方。除了民进党对中央到地方各公职的参与，另外现场嘛来了几啊位的新住民，有台南市党部新住民部的主任苏宏先等。现场新住民还佫准备了异国的小食料理，甲所有与会人员共同来分享。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
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长期关心反暑期旱地空间的艺术家蔡佩璇，持续向台南市政府申请社区营造计划。今年除了伫荒废的房舍大营架设计出具有台南色彩临时展览空间以外，佮推出用物件画物件活动，希望大家做伙来关心这个所在未来发展。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19号。为了担起民权路二段巷内旧地名汉之家，因为A个参照迷宫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秘境，目前道路两边趴远的房舍大色营架，并设计9大互相编织，成为有台南色彩临时市场展览空间。而这拢是艺术家蔡佩璇向市府申请社区营造的杰作，嘛因为艺术团体持续第4档伫遮办活动，大大减少政府头疼的天高热威胁以及所得。今年伫遮经透过义务，也来是无任何金钱的买卖，鼓励将家己用袂到的物品甲别人交换，吸引侪民众伫头一天交关日就来参加，甚至有受灾户嘛送来工地工停车的7套米，希望分享祝福。咱民权路这条路就是古早时阵就是旧咧边啊，恁兜若有生产什么农产品，你摕地瓜来，伊摕番麦来，两个就相换。我讲哦，安尼足好呀，足有意义的。看起来拢要水水的啊，单条就拍算啊，咱何必？咱想那不爱靠其他有可能就是经济能力较有困难的其他小朋友。那当互因去算安尼。透过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希望说大家把家里闲置但是都还非常好的东西可以拿出来。那或许我不需要的地方是别人需要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做交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我们或许会进入到别人的客厅，那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这边当成客厅哈，在我们的客厅里面交流一下这样子。第一天交关日，除了有交换好米，也邀请专业的音乐家来现场演奏经典歌曲，让成功扭近人甲人之间的距离。会中包括文化局主秘、中西区区长以及侪民代拢到场参加，大家听甲入迷。蔡佩璇老师，那他其实用了4年的时间，在街区里面透过艺术介入的方式，然后让民众来认识我们周边实际上生活，就台南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台南400是一个公民参与的一个活动。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高官日，交官啊，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精神里面讲，一起台南世界交陪。义务交换不只是物品，而是生活记忆甲人情故事。也请你伫10月19号之前做伙来响应。而活动结束无交换出去的物品，嘛将公益捐赠予立新基金会。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市吧全民趣味路跑将伫10月20号登场，市政府特别举办记者会，由市长黄伟哲甲活动代言人毛毛虫卡波统一赛队 Uni Girls 社区来替活动做宣传，邀请大家来参与这场难得的体育盛事。超人气 IP 毛毛虫卡波一出现 ，Uni Girls 成员社区直接被萌翻。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将在10月20日登场。作为活动的代言人，要和市长黄伟哲一起来宣传。除了过去往这个颇负盛名的古都马，还有曾文马之外，我们今年特别再加上一个趣味马拉松，那希望能够扩大大家运动健身的这个概念以及它的层面。那趣味马拉松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要不只是跑马拉松而已，最重要是它的造型，还有它的这个活动更加多元、更加趣味化。全民趣味路跑分为2组，其中8.8公里的吉祥物路跑组将一路沿着安平运河行经安平古堡，也特别在古堡门口设置补给站。
3.5公里的万圣节扮装路跑组是绕行永华市政中心周围一圈，无论大朋友小朋友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10月20号7月竞赛这一场目前有2000多个人大概我们的目标是在到5000，最少到5000个。每一组都有不一样的奖品可以拿，那当然就是奖品都是跟卡波联名推出的，所以希望台南的各位，或者是不管是全台的各位，都可以来参加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这次的完赛礼都和卡波联名，包括造型奖牌、纪念 T 恤、钥匙圈、毛巾等10多种疗愈又实用的好物。第1名能获得奖金12000元。装扮组的部分也会透过评审来决选出最有创意的一组，让运动更趣味化。记者周怀谈的报道。高雄三民区有一间稳装伫巷仔内米糕，每天只卖4点钟，若是卖了就会提前收单。这间店内只有4项产品，食客定定拢直接点贵做，包括米糕、米寿汤、卤卵、豆腐糋，4项只卖45块。食过人客拢讲 CP 值超级高。隐藏在巷弄内，附近全都是住家，外观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米糕的板子，一天只卖4小时，太晚来还可能吃不到。在地经营超过50年，父子俩凌晨4点就开始备料，6点开始营业，每天只卖1轮，卖完就收摊。以前我们住这边30几年前，所以就想到就会来吃，因为他们的东西便宜又好吃。然后价格也几乎没什么涨过，对，非常佛心，对。然后他们虽然写10到10点，可是有时候8、9点就卖光了。阮咧有限量，阮一工做1场的尔，啊无阮也是阮2个人尔来做卖伊啊。本来是阮爸爸跟妈妈咧做，啊阮妈妈过世了，啊我倒来跟阮爸爸做伙做。老客人跟老板都有固定的代号，那就是一组。一组代表菜单上的4个品项，统统都有，这样也只要45元，这还是已经调涨过后的价钱，45元就能饱餐一顿 ，CP 值真的非常高。许多顾客远道而来，为了要吃这一餐。因为它品项就这4样啊，通常来吃的人就是直接叫一组这样，每一样都点这样，因为整组点起来也很平价。我是住前镇所以今天还特地从前镇过来这边吃啊。虽然路途有点远但是很值得。就它很古早味然后就价钱很合理，对，就它没有因为说通货膨胀，然后就去调整价钱，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吃得饱。个人物件拢家己做的较济，像个卵啦，我拢爱家己捡、家己卤，家己掰，你种迄油豆腐我若是拢家己买豆腐做家己煮，所以成本我都降较低。因阮遮咧食拢做工人较济啦，计程车司机啦，无一寡学生，爱尽量要俗互人。足侪人客人拢甲讲价爱起价无迄价钱有伤俗，伊若是无爱。开业50年来，不打广告也不宣传，没有店名，只有简单写着米糕字样的招牌。1年之中只有过年休息7天，端午休息7天。父子俩共同经营，把米糕的古早味继续传承下去。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新高雄车站工程已经接近尾声。高雄市工务局将伫站前建国路林行道的改善，最近也已经完成。林行道完成以后，在地上架也期待未来车站启用，会当互无路真久的车站商圈，搁再重生，带来更加侪人流甲活力。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站撑墙，历经多年终于完成拆除。现在从平台上方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施工状况，现场都会有民众驻足查看。像是这位大哥表示，他天天都会来。我每天都走路来这边看看他们进度怎么样很关心我们高雄的建筑火车站，现在用了很久了。现在从上方俯瞰，就可以看到车站多了一点同心圆，就好像与头顶上的云朵天井互相呼应。对比上个月的状况，可以感受到工程不断的在推进，民众也都很期待车站可以赶紧完工。感觉蛮新蛮大的这样子，
哦，会啊，因为就是刚从小琉球回来会经过。对，我是特别来就是去玩南回铁路的，对，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的捷运也算台湾除了大北部地区比较完善的地方。对，我之前跟同学住这里的同学看了蛮喜欢高雄，可是又受不了高雄就是天气跟空气，不然其他点我都很喜欢。是，我想我们整个高雄车站在2018年的10月下地通车的时候，整个下沉式的广场是呈现一个半圆形的情况。那目前整个工程正积极在赶工中，那预计我们在12月份会整个呈现出一个同心圆的一个面貌。目前预计在明年1月可以开放北中南地下3座地下空间。这座施工已久的车站工期也终于进到了尾声，中央广场也架起了历史墙，让民众可以回忆这20多年的工程长跑。整个这个标的工程会在今年的12月中旬来完工。那后续我们接续会在12月份会做相关的一个联合检查啊。那到时候如果一切缺失都改善完成之后，我们就交给台铁公司来做后续的营运。目前地下装修持续推进，未来3座地下广场也会有同心圆，就像是与每座天井互相对应。车站2阶工程进度将近90%，预计在12月底完工送检，明年就有机会漫步在完整的高雄车站。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